馬來西亞一向都係香港明星移居或者置業嘅熱門地區，特別係檳城呢個氣候宜人同生活成本低嘅華人地區，被美國雜誌評選為全球第3同亞洲第1名最適合退休島嶼。呢度唔單止樓價低，香港1/10嘅樓價就可以喺當地做到業主，而且仲升得快。上年頭半年樓價已經升咗 5.78% 啦，而且檳城仲有東方矽谷之稱 ，Intel、HP、Dell 等超過300間跨國企業進駐。喺 Mainland 呢個 area 就有由全檳城最大發展商 Bellevue 連同新加坡發展商 LTC Corporation Limited 聯合開發嘅大型綜合發展項目永久業權公寓 Gem Residences， 3房單位連2個車位都只係由110萬港元起，一成首期11萬就可以喺檳城做1000尺業主，租金回報達到 7%。Gem Residences 坐落北海 Pride 區嘅黃金地段，未來檳城發展輕鐵 LRT，Gem Residences 將會坐落喺2線轉車站，盡享鐵路優勢，係極具投資潛力嘅鐵路上蓋物業。Gem Residences 樓高38層，將會係目前全北海最高嘅星級住宅。最大特色係成個項目結合全檳城最大購物中心 Gem Mall 同高級酒店。2分鐘直達超過120萬尺全北馬最大嘅商場，入邊有北馬最大嘅 GSC 電影院、溜冰場、保齡球館等等嘅設施。日本知名國際品牌 Sogo 亦都會進駐，成為檳城第1間，亦都係全馬拉最大嘅 Sogo。居住配套完善，擁有13間國際學校同7間知名醫院，休閒娛樂方面都好齊全，非常適合度假。Gem Residences 一共分4座，今次出售嘅係其中一座 Sapphire Tower， 提供3房單位，面積分別係1050尺同1162尺。參觀呢個1050尺嘅3房單位，單位設計採用簡約年輕風格，客飯廳非常闊落，適合大家庭。睡房就以暖色系做主調，感覺溫暖。Gem Residences 提供超過40項嘅會所設施，包括奧林匹克海洋式泳池、水上滑板、戶外健身區、Sky Jacuzzi、KTV 房等等。3房連2個車位，入場價由110萬港元起，尺價只係港幣900幾蚊。銀行提供到7成按揭，1成首期大約11萬港元起就可以喺檳城做業主。Bellevue 擁有40年經驗，喺馬來西亞已經完成超過50個大型住宅項目，質素絕對有保證。項目工程亦都進行得如火如荼㗎喇，預計今年第3季落成。呢度嘅景觀非常開揚，將檳城嘅美景盡收眼底。項目另一個優勢係優越嘅地理位置，7分鐘車程就去到檳城大橋，去 George Town 嘅熱門景點。半個鐘就去到檳城國際機場。項目亦都鄰近工業園區，對喺度返工嘅專業人士嚟講都非常方便。租務需求龐大，租金回報高達7%。而各位想移居馬來西亞其實唔難，馬來西亞提供第2家園計劃 MM2H， 未來有機會放寬門檻，最低申請年齡降至30歲之外，門檻最低嘅白銀組申請者最低定存額只需要50萬令吉，即係大約83萬港紙就可以申請，唔怪得咁多港人移居檳城啦。